是吗？空中，等一下我再想想看那个空中的那个穹苍，lulum 也不是，还kita，ngaho kita，malapit to kamu, Taika ili kamu to rumiat to jika nuna mo hawi atanya nama sa araw ma inini kita oy ko ma siwatilai paru tso nuna numita 不分彼此这个sa icer numita o sa icer mai ko orip numita umisa pang sahay saka ano ko ni ira ko pakai niya to nufulat 课题还能来好这个专题，所以呢，我们单单以这个月亮的这个跟着我们上一集还未完成的这个月亮的部分，我们来探讨有关于这个月亮，我们阿美族会怎么说？上弦月啦，正弦月啦，下弦，我们阿美好，刚好彩明老师这边有分享，这里你要跟你帮加多不啦？历史还有正弦的话叫德任，no，不啦然后上弦弯月的时候呢，德任诺。马里克老师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讨论哦。那个马里克老师，你就你的概念上，责任是什么意思啊？责任，如果是用责任的话，好像是一个很紧的弦呢，很紧的弦，很紧，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上那个。就是说，在射弓箭的时候，把它拉得很紧的那个意思吗？那个，对。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那个 Google 里面的那个正弦月到底是长怎样，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他讲的正弦月是不是刚好就是刚好一半了。中秋节的15号正弦月是15号那天吧？小鹏老师，你的意思说正弦月是半月的意思吗？对，刚好一半，不是吗？我们真的要那个不是很正弦月我的理解是正弦月是刚好是8月15号了。那不是满月吗？8月15号的话，正弦呢？满月是圆圆的啊，不是吗？对，一半的时候就是正弦月啊，不是吗？是这样子啊。应该是，我也不知道，照道理应该满月就叫满月。对。正弦月的话，奇怪，怎么都没有照片可以看？我找一下哈，什么叫正弦月？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正弦月啊？刚好我觉得那个月亮刚好一半。有正弦吗？刚好一半。有没有这个啊？那它这个正弦是什么？这个是数学公式是不是？是吗？不是。他这边有写正弦定理。正弦是什么意思？苏贤，你知道什么叫正弦吗？
那个国语字典查一下看看呢，正弦。Kalitusan fulan，对呀，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会哎，比较知道他等一下讲的那一些什么上弦、下弦乐，对，到底正弦是什么意思？正弦定律，有人知道吗？哎呦，都真的忘记了。你看了哈，你刚刚那张图那边写上弦乐的时候是德伦诺瓦利，它对这边有个弯乐嘛，对对对，弯的嘛，上弦的时候它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弯乐了嘛，然后下弦也是向下的，它也是弯的。那正弦会不会是就是满月的意思？就是圆的意思？不知道呢。我看一下德任数学忘光了。那个可是德任要加一个 ng 哦，的话，有呢，有。你看，小白老师刚可能讲对了哦。嗯，德任应该是有加 g 啦 ，ng 才对。德任应该是对啊，就没有半圆形啊。半德任，圆月，哎，啊，那个啦，那个马里根老师，你讲的没有错。我们一般把那个弓箭的，对不对？就是那个，如果你弓箭不是那个弓的地方是弯的吗？对，啊，那个线的地方不是直的吗？是啊，那个直的线就叫正弦。指的叫正弦，对，这样子逻辑就通了。如果我们把月亮切一半的话，那个直的地方就叫正弦。正弦，这样可以哈，嗯，这样没可是错吧？你查一下那个字海典，明老德任师，是没有加 g 的话，没有加 g 的话是什么？没有是什么？这个字，没有这没有这个个字。对，所以呢，我刚刚在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德任没有这样的字，一定要加 g 下去了。你看德任，马里克老师，你看他这个不知道谁整理的哈，他的上弦有没有德任，他的下弦就有 G 了，你没有发现？对啊，我也是在应该是念，拼错了，拼错了。哎，刚刚有一个老师在，我玉兰，我在玉兰老师 Google 搜索，你前面要加一个月亮的正弦月，它就会出现图片，它是半月没有错，对嘛？对，对，没有它是错，半月，半圆月嘛，对，哈，半月，对，对，没有错了。因为前面要加一个，先打个月亮，然后再打正弦月，之后它就会出现那个。要先打月亮，不然会变数学公式哈。对了，哦，等一下啊，今天的 Google 怎么是粉红色的？今天情人节，哦，怪不得哦，难怪，对啦，老师你们看到，就是半月一半呐、我们来看有没有那个更明显的，应该就是这个啦，它应该就是半月的意思啊。就是我那个马尼克老师，你刚跟那个小白老师讲的都没错，小白老师就是说半月，然后你讲的是那个拉弓的时候那个最紧的那个状态嘛，对不对？对，最紧的状态就是那个直线的时候啊，德任线，对，德任那没有错，应该没有错，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 G。好，老师，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那个凯明老师是，那个德任的意思是我们在拉弓的时候那个呢，那个圆有没有那个弓的圆叫德任哦，放的时候没有呢，你是说那个线还是那个弓？那个弓那个弓一直都是弯的呢。是啊，可是我们在拉的时候，它是不是更弯？
对对对，没错。那个叫德楞啊，德楞是拉紧的意思，你知道吗？没关系，这样我们等一下再往后面延伸哦。因为老师你看哦，我们看这个，你要理解这个哈。德楞努瓦利，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画面哦。德楞努瓦利嘛，是瓦利是什么意思？东边对不对？东边呢？东也就边呢？是说，那个弦朝向东边，那个弯弯的弦是朝向东边，这个是逻辑对不对？旋朝向东边，还是朝向上面？没有，应该是说它那个上弦月刚好在东边的时候了。哦，我们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瓦力，努瓦利在东边嘛。的楞也算不算是弧度这样？有那个弧度这样是这样吗？以我们阿美语这样，德楞也算哦，德楞也算是弧度。应该就像那个谁，那个马里盖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弓，就是说不是那个弦，应该是那个弓弯弯的地方。是，对，没有错。你看我们如果照这个图，这个是上弦月的话，我们看这个图比较清楚哦。我猜应该是后来的人用中文的意思去解释啊。对对，对，好，大家看这个你看哦，我看到这张图有没有？它那个我们如果是正弦月的话，是不是就是那个一半的，一半嘛，对不对？哎，那你看它这个上弦月的话，是那个弯弯的地方朝向东边，对不对？向上，不是向上，是右边。是右边啊，对，不对啊，它这边东边在左，它所以是对嘛？是线呢。马尼克老师，这样我们逻辑上应该是线才是它指的方向哦。是吗？那个德伦努瓦利有没有？应该是那个线的地方朝向东边，对不对？哦，所以不是弓哦，是那个线。是那个线，对啊，如果照这个图的话，你看这一张图表嘛，是那个上次那个金川老师提供的，照他的语义是德伦努瓦利就是东边的那个弦，对不对？东边的弦是。应该我知道意思了，也就是说拉弓的时候，那个弦是在东边呢。对，所以你照这个图我们照这个图去思考的话，应该没有错吧？那个弦呢，不是弯的地方，反而是那个线的地方。是，所以德任应该是指那个线紧紧的那个感觉啊。你看哦，我们看它的那个字根的意思你看哦，把德任有没有这个德任是不是拉紧的意思？拉紧的意思啊，对啊。因为我们感觉到那个弓很紧的时候，是那个线的地方紧，不是弓，对不对？我们在拉那个线的时候，是从线里面去感觉到它的紧嘛，对不对？所以把责任应该是指的是线，对不对？拉紧是线，这样可以吗？还是来我们再研究看看呢？因为我的认知是很像是弓啊，但是现在讲德任是讲绳子的部分，线的部分。没有老师没有关系，我们就这个图的概念去思考啦。因为如果这个图它的线是朝向东边，你看这个上弦月对不对？它那个线的地方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弓？那个直线的地方，我们就要称它叫弦，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弓是弯的嘛，弦应该就是直的。
那你看这个弦是朝向东边，对不对？是，所以他才会用德伦努瓦利。这个逻辑我没有，如果我们先推嘛，我们先不急的叫别人发言，我们推完之后，别人有别的意见，我们再综合讨论。我们先用逻辑去推看，这样是子 OK，可以哈。可以。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下弦，叫做下弦德伦努拉萨瓦。那请问一下，拉萨瓦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那个等于是要结束了，要等于是说要下山了，要下山了啦，就取消了嘛，对不对？消失了。好，消失了。我们来看一下下弦是长什么样子。就是它的反面了。但是它这个逻辑也不对啊。要是我就说那个什么，那个弦朝西边呢？对，我会讲那个德勒努a dip 这样子啊，是不是就比较逻辑比较通？德勒你这样讲没错。我刚刚有听到，我刚刚有去打听一下哈，我们那个老人家哈，比如说那个已经下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那个都会叫拉萨万这样。啊，拉萨瓦就下弦嘛。对。对啊，它这个编排也没有对称哦。如果你德勒努瓦利是上弦的话，那你的下弦应该是德勒努 a dip， 这样比较逻辑比较对啊。是啊。对啊，就变成它这个德勒努拉萨瓦是什么？就是消失的弦，对不对？消失的月。没有弦，它这个不能说月，消失的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有感觉到它是消失的弦吗？好像它这个弦有消失吗？好像也还好啊，都是半月的状态嘛。半月的状态。对啊，它是应该是已经要等于是深夜了啦，到1、2点了啦，2点3点的时候慢慢会消失掉，不是吗？所以老人会说拉萨瓦。刚刚讲到 dip 的话是比较那个逻辑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对。对啊，如果你是德伦努瓦利，另外一个概念应该是德伦努 a dip， 这样比较逻辑。好，现场我们开放哦，因为我们大致上把这个逻辑推论出来了，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Ay ano na ko wala no mamilitay hawi akakaili haw hawan o malalitay kita matatauma kita。好，刚刚那个书贤哦，寄了一张图给我们看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可能更清楚哦。我这里看哦，这个上弦月的话是弓向西，对不对？弓的地方向西，是，对不对？那所以弦的地方就向东啊，对，没有错。那个弯的地方是弓啊，线的地方是弦，这个逻辑是对的。所以你弓向西嘛，你弦向东，这个没有错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那个上弦月就是德勒努瓦利，这个逻辑是对的。好，那下弦月，你看那个书弦给的是弓向东，弓向东，对，然后也就是说它的弦向西，所以我们刚刚的推论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德勒努 a dip， 这样是不是逻辑比较对？对呀。对啊，所以其实他那个不知道是谁构造这个词的哦，这个应该是 a dip 会比较逻辑。那满月的话，我们上一次就有提到的满月的部分，大家就已经有提到是那个张拉烂嘎张拉烂嘛，对不对？
当然了，对，满月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哈。 ，OK，然后月缺的话，这个好像也是马里克老师你提出来的嘛，是乌拉萨瓦杜的月缺，对不对？对，这弯现在就变成是那个上弦月跟下弦月哈。嗯，有答案了，对，就是一个是德勒努瓦利，一个是德勒努拉萨瓦。现场有没有人觉得下弦月改成德勒努尔蒂会比较适合的？假设我们在那个叫什么维基百科的话，如果你后面再注明一下拉萨瓦，应该还好吧？对，可以，我们就写2个好不好？我写2个，你先把那个 dip 放在前面，对然后呢，拉萨瓦是我们比较口语化的，对，应该是这样讲哈。哎，我想知道这个的出处是来自于哪里？就是金川老师有在线上吗？有，我在啊，请问你这个出处是引用是谁的著作？这个是林明德老师他以前的那个什么自编教材里面，哦，林明德老师的 OK，他自编这样，自编的教材。所以说拉萨瓦可能是口语化，如果你照科学来讲，就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啊。以逻辑来讲是这样，可是如果以我们的老人家都口语化，可能就是拉萨瓦对他们可以吸收到，是这样。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是。对，应该是没错，没错。我们来看一下书写的那一张表哈，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逻辑的，因为我们从看不见，然后先到上弦月，对不对？再到满月，再到下弦月，然后再看不见，所以那个拉萨瓦其实就有一点在宣告这个月亮要不见了，应该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哦，所以他会有拉萨瓦出，那应该没有错啦，对。我第一次认真研究上弦月跟下弦月，竟然是用阿美语。其实你在研究，我们也跟着你一样去学习啊。看不见的意思啦，第一次呢，也是第一次，真的。对啊，对上弦月、下弦月的一个认知啊，从这里，尤其是那一张图是比较清楚了。对，没有错，我们就把这2个都纳进来哦，一个是Adib，一个是拉萨瓦，就把这2个都纳进来。纳进来哈。对，但是后面注明一下，就是那个把它拉萨瓦的部分是口语化的说法。对，那我们自己就是比较用逻辑性的推理，它就会变成是 Adib 啊，对不对？是。因为以现在的小孩子来查，什么叫下弦月？他一定会有上网查，就像现在刚刚苏贤调出来的这个图，原来是往西哦，那我们阿美族的口语化就会变成是拉萨瓦哦，他们也会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多一份的一个理解了。对，不错啦，他这边描述的拉萨瓦就是已经看不见的意思了，消失了。对，因为到下弦月的时候，应该就是月亮快要不见的时候了。对，没有错，这个是有逻辑的，没有错啦。那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对称，应该是到下弦月的时候，月亮就差不多快要没有了啦。这个也很有他的那个逻辑。你看他在公选是朝东的时候，朝东的时候就是下弦月，对，下弦。如果是公的话，公朝西的时候是上弦月了，弦朝东的话是上弦月，对，那我们阿美族的弓怎么讲啊？那个有这个弓箭的弓嘛，对不对？把弓把慢有
可是巴纳是那个剑嘛，对，班纳是剑的。那个弓怎么讲呢？嗯，我们阿美族 Tetengan, 什么？tetengan 还是怎么？我也不知道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是弦嘛，如果是弓的话，就反过来讲就好了。mana？哎呦，好，那我们差不多了。这个月亮的话，我们只是把上一次那个金川老师提供我们的教材，上个礼拜忘记讲了，现在把它补哦对啊进去。嗯，好，那我们那个，哎，我这个好像打错了，是上弦月跟下弦月，对。好，那现场还有没有人其他有问题的？还是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这边有没有 ？OK，我们就下个结论这样子。你可以按照我们刚刚大家讨论的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正确的一个这种概念哈。那也谢谢那个苏璇提供这样的一个图片，让我们更清楚，也在我们的这个语法的这个说法哈，也比较更正确。对对对，好，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就进入上个礼拜的那个里亚的部分还没有讲完。对，对Nuriar好，Nuriar好，pakai itu Nuriar好，kebanyakan minta taplik tuh还有pakai itu nu sakit Nuriar Nuriar kebanyakan minta好哦，那把音号，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对，有关于海洋的部分。Riar 还没有其他的说法。对。上个礼拜我们是讨论到那个大自然现象的第13点，就是12、13点，最后提出来的海水深跟海水浅。对，但能那个你那个后面有没有喉舌音呢？很大。哦，应该有哦。嗯。我查一下那个字典看看，应该被是有。海浪卷走怎么讲？马滚滚吗？没有，马哈维马维克。被拉，嗯，马维克努里尔努达布雷克，那个马里盖老师，我刚刚查了一下那个字典，版大没有喉舌音。哦，没有哈，好，谢谢。海水浪，还有哪一些大自然现象呢？海浪、漩涡、大海啸。还有那个太阳很大的时候，或者是有浪潮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那个彩虹哦，彩虹是吗？嗯，彩虹算不算天空的啊？它也是哦，对哈，哎，没有，它也是跟海水面折射有关系是不是？海水的折射。折射有关系啊，它的现象会这样子啊。我记得那个彩虹你这个迪鲁努什么？迪鲁努，哎，彩虹怎么讲？迪鲁努什么？你那个达拉高不是吗？不是，我们是对，达拉高你这个，哎，迪鲁了，也是达拉盖也可以啦，就是有2种。比如你那个对，达拉盖你也可以，这2个都可以。对。一般都是迪鲁你那个。对。还有金川老师可以，如果是，我跟你说，
请金川老师有在这里，在线上的话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些见解哈，分享。这个我比较浅，我可以听听。如果我可以提供，我会上线讲，这样。谢谢。好，谢谢。好，继续。那个被海浪卷走，马南古诺阿米斯，马登登路达布雷嘛。哈比路，他一般都说马哈比路，哈比路。我们先看那个小白老师的登登有没有这个字？拉，马拉嘛，登是拉，哦，就是马登登，那马登登努里亚是不是？达布雷克，海浪，马登登努达布雷克，哦，这个我们国语有个叫涌，就是会拉，应该是这么说，是吗？涌啊，涌跟浪不一样嘛。涌是海面底下它会拉，这样那个洋流这样，是这样讲吗？对，那个要怎么讲？马登登努洋流，达布雷克，就海浪哦。可能欧美族对那个洋流的那个应该没有那个说法。没有，洋流有说法，洋流有说法。对，因为我们很像汉流的意思。我们东边这一边时常会米嘎嘎轰，它就是那个水流把船会移动到别的地方，那个水流叫斩诺了。斩诺了，也很恐怖啊，那个斩诺了。对，一直拉到海中嘛。所以它有一定的路线嘛，它是从南到北嘛，所以米嘎嘎后晚上在傍晚的时候，把这缝一定用法的到比较南边一点，然后把这个网一排下去之后呢，就靠着水流一直流到大概你的部落的对面的时候，你开始收网，因为你这样你回去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哦，对，顺着那个流，对。对，老师，我查不到你那个字“扎诺”怎么拼？扎诺？没有扎诺，扎诺了。所以它的中文意思是 NOL 没有吗 ？L 也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因为我听过别人都没有人会讲啦，只有靠海边的老人，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部落，他们都讲说斩诺了。斩诺，老师尾音是 R 是不是 ？No， 没有 L 斩诺了。斩诺了。真的没有这个字呢，那这个叫没有暗流啊，所以是暗流，哎，那个叫什么？对呀，也算是这个暗流啊，暗流了，也算是啊，暗流了，水流、潮流都可以啊。OK，所以就是在那个李继新老师是在就是海面下的那个水流的活动，对。你看哦，吹北风对不对？明明水面上看的是往南走，结果呢，它底下是往北走。对，没错，对，暗流了。对。所以很多人都是把它比喻称为潮流。如果你说是族群的这些思维受到了潮流的影响，我们说马里基诺扎诺诺罗马埃吉扎拉，对，马里基，对，马里基就是被带走了，里基 ，LI， 里基 ，LIK，流走这个嘛，马里基，对，马维基呢？马维基那是
带走那是我们一般人在讲的，就是顺便把它带走了，叫好一点。哦，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啊，可是我们很少去讲这个，我们直接就是用那个马里基，用大家的说法了。被李老师，我们讲马等等努扎诺比较适合，还是马里给努扎诺？马里基比较适合，马等等是用一般我们人在拉的时候叫米等等。哦，所以马里给比较适合哦。对。好。你那个填上去了吗？这第二个，有改了，有改了。哦，你是说那个冲走是不是？啊，对，这个应该也要潮流嘛。被潮水。看一下这个。还是马路路？哎，那个李老师，我们如果你 get 这个字根，你单独解释，你会怎么解释？就带走啊，就被某种东西带走的意思。哦，所以它是个动词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它应该不是那个。OK， 那这样我知道。好，那就继续。有了，我们后面有马里吉努扎诺就可以了。扎诺了。对。暗流。这个啊，那个是现象嘛？还是？刚刚那个是反应，人类被拉走了。对。好。还有没有？哎，马里根老师，你刚刚不是有讲出一个字吗？对。就是马哈维吉了，马哈维吉。哦，跟那个马等等一样嘛。马哈维吉。就是马维吉哦，携带的意思啊，马维吉。被带走啊，被海浪带走的意思。所以被海浪带走，我们在部落会用马哈维吉，努一样会这样讲哦。double。按照刚刚那个李老师讲的是比较正确了。哦，这个是比较口语的讲法，比较口语的说法。但是因为有些人就比较部分人就会想 how we get 这样。哦，带走。我们都写，因为口语也算是。对啊，是。所以我们是mi how we get no double 是不是？对，马哈维吉。马哈维吉。马哈维吉。对。密只能用在人这个地方了，密。有，我这边用就是被海浪带走哈。对对。卷走了。卷走。老师，我们一般那个小朋友去海边游泳，然后被带走，都会这样讲哦。对。对。我们都会警告小孩子啊，我说马连来，等一下马会给弄要说弄 double 这样。吓唬那个小孩子，因为刚才讲的那个杂路好像比较没有听到而已。刚才讲那个是在海中的暗流。对，只有打鱼的人才会知道。那个深海才会有感觉的嘛，深海的。对呀。这个是物理现象啊。我们天空就是这样绕的，从南到北，然后到美国又往南啊，然后到美国又往西走啊，这样绕圈圈啊，太平洋。对，没有错，对。哇，好，老师，我们那个大自然的现象比较少的话，我们就根据每一个现象的人类反应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阿美族人看到漩涡会做什么事情呢？
有啊，他们会不会发现漩涡，然后附近就会比较多雨，会这样吗？应该没有。不会哈，漩涡是危险的东西啊，都会就是要离开的意思。对会离开。所以我们不会借力使力嘛，对不对对， ？OK， 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讲说，碰到那个漩涡的时候，就让它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蹬出去就有了，就可以那个。老师，你是说人被卷进去之后怎么逃生，是不是？对啊，哦，我好像看过不能在那边挣扎，卷到最下面，就等它安静一点的时候再蹬，这样。往上蹬，没关系，这个应该是已经掉进去了。那我们阿美族人看到漩涡会把它视为一个危险的讯号嘛？那应该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好，那我们阿美族人看到第4个涨潮会做什么事情啊？马人怒，要抓东西的人反而会高兴，好不好？我觉得是吗？是吗？草间带的做的行为都开始慢慢的停止了，涨潮。老师，我们先讨论那个会做什么事情哦，不会做什么事先不用。我们阿美族人看到涨潮会做什么事情？米勒利哇啊，也是离开了，所以涨潮不能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对呀，不能钓鱼哦。那钓鱼是可以啊，钓鱼可以。是那个时候是浪最大的，浪开始会一直大，不是吗？对，涨潮就是那个会越来越高嘛，那个。钓鱼是在可能这个时候会在岸上了啦，或是大石头上。对啊。被淹没的地方，大家都会退出去了。哎，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早期阿美族人用三角网啊、打福棍啊，会用杆子钓鱼吗？还是后来的？那是后来的啦，大家都用打福棍。所以涨潮的时候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嘛，是这个意思吧？对，可是他们也可以钓鱼，就在另外一个这个水淹不到的地方，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钓鱼。好吧，那我们还是有动作嘛，钓鱼。对啊，因为涨潮的时候，那个大鱼跟着也是会往岸上走。OK。哦，老师，那个你的概念是我们如果在海岸线的话，遇到涨潮的时候，阿美族人会知道鱼会往岸上游，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哦，所以会在那个时候钓鱼。对。那老师钓鱼怎么讲啊？把底个把怎么2种啊？把怎么跟把底个。你打福棍啊 ，man。打福棍。哦。钓鱼吗？把底个对不对？还有把怎么对不对？对，把怎么把底个2种。所以李老师，就你的观察，这个都是阿美族人后来才学会的嘛？钓鱼。对，后来，因为你也没有钩子嘛，以前没有钩子。对，大部分都是打福棍啦。对嘛？应该是啊。撒网。还有涨潮没有讲到？有涨潮这边有，我们大自然气象词汇是马人诺，对。马人诺。退潮呢？退潮叫什么？退潮这边有啊。马拉在这边马拉子还有马格拉。对。
我们那边马格拉大部分都用在池塘跟一些自流的水慢慢变干了，叫马格拉。哦，有，老师，我第7点有特别对说明。马拉是跟潮汐是有关系的。用在海了。对，跟你在用潮汐在海有关系嘛，。对不对？对。那马格拉是在湖面呢，或是池？对。所以马格拉应该不会用在海，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别的部落就有用。我们就用马格拉了啊。对呀，我记得上次就有保留，就是有的部落也是用马格拉。对。有。还没听说过李老师好。哎。marunong ko reali ma alihaya ko na puting hau matuka iya。米多来点那弄，因为它游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一点嘛，它就跟着水往岸上。你kau ri mi puting sa kutam na katalawan kena。katalawan mi puting sa mi puting在个地那点呀马拉在地方都往深的地方，米兰会往深海的地方去进移了。Saka mi ninangai to kalau no real saka。很清楚了，我们时常到海边的人都很清楚了，所以有的人是跟着退潮往深一点的地方，有岩石干了那边钓鱼，等到要涨潮了，他们收起来就准备往岸上去了。我是拉土个不能再不要跟海斗了啦。对。谢谢。应该是这样，对。好，应该涨潮比较没有什么事做啦。那我们现在退潮阿美族应该退潮最会做事了，会做什么事情？退潮米利阿拉吗？老师，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小飞老师，你刚刚说什么是米利阿拉词哦？对呀，那个李老师对不对？海边的米利阿拉对不对？退潮的时候啊，捡贝壳不是吗？应该是了。对。听你的啊。米利阿拉词怎么拼啊？怎么找不到这个字？里阿拉子，我看一下这个，说不定修古兰的有。没有呢。怎么拼啊？怎么拼？米利阿拉兹，阿拉L，对不对？有没有红色音？没有呢。其实这个在修古兰西叫米利阿拉兹这边讲的是那个，比如说巴格浪是在我们在喜庆宴会的时候的那个巴格浪，米利阿拉兹是那个往生的。对，我有听过这个，没有错。米利阿拉兹用往生的说法，而不是用那个巴格浪米利阿拉兹。我找到这个。修古兰西找不到是这样子吗？有的好像是颠倒刚刚好巴格浪是婚礼，颠倒丧礼米利阿拉兹是喜庆好像海岸线是颠倒。米利阿拉是什么？是在他家里做，如果是垦荒或者是做什么一件事情，那老板很慷慨的就请他们吃的，叫做米利阿拉兹。
所以这个就算是米利阿拉茨或者是巴格浪，好像都跟我们的退潮没有直接的关系哦。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还好啊。捡贝壳叫什么？怎么讲？捡贝壳没波波，不是都呀？不是米斯 Q 啊，都都是 Q。哦，哎，那个贝壳怎么讲啊？我现在忘了贝壳。不是米斯 Q 吗？你这 Q 是拿那个生的这 Q。哦，是把里面的肉取出来叫米斯 Q 是不是？对，哦有肉的叫 m i t s k 就是抓这个海。对了，对。雅旺。那如果切实的讲哈，你挑里面的肉的话，就叫做米祖基瓦。哦，米基瓦祖基瓦是吧？米祖基瓦就是挑里面的肉。祖基瓦。但是有的地方的是米兹 Q， 它是挑里面的。哦，所以有些不一样啦。哦，那我们都尊重啊。可是老师，我们那台湾县的米斯 Q 的话，是捡海螺吗？如果不是挑肉的，捡海螺叫米兹 Q， 捡海螺是米兹 Q， 挑的时候叫米兹 Q 啊，是我们那边的说法啦。好。那个贝壳叫什么？祖基瓦 W 后面有一个 A 跟 T。祖基瓦。这 Q what 啊？对，祖基瓦。好像找不到这个字呢。这 Q 的意思 ，Q 的意思。然后 AT 嘛，然后这 Q。我看一下这个，说不定这边有。那我有一个疑问了哈，像别的地方他说米兹 Q 是蛙里面的肉嘛，那这捡海螺呢又怎么说呢？好像一样的意思呢。对呀，我们这边就分得很清楚了。你去捡海螺叫米兹 Q， 然后呢，你挑的时候叫米兹 Q 蛙。蛙里面的肉出来的时候了。对，祖基瓦嘛。对啊，祖基瓦，对啊。这 Q what 是蛙里面的肉哈。对。哦，还好那个不是，那个应该不是那个退潮做的事嘛，那个是要吃的时候才会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对。哦，你要吃那个 Q 的时候，要 Q what 把里面的肉挖出来嘛，对不对？对。哦，对，那个应该是吃的时候的动作。老师，我们不是那个退潮，我们不是潮间带有一大堆东西，我们不是会做吗？做什么？捡海菜啊之类的。对呀，米拉登、米阿旺，阿旺是比较深一点的。拉麦是统称吗？拉麦它是一个统称吗？应该不是统称，它是一个细滑滑的东西，叫拉麦。你还不能那个海菜的那个名称很多啊，很多。上一次不是都谈过了吗？大概也都忘了。都忘了。啊，没关系，我们回去看看哦。刚刚好，顺便我们复习一下那个潮间带的。对呀，好像讲很多呢，我记得这个资料又要查去找。所以我记得好像说讲到那个蓝麦的话，好
好像是有一点像那个马里盖讲的统称啊。你要去那里，你他妈讲去那里，他妈他没有讲说我要捡什么菜这样。对，这边很多一大堆啊。哦，这边就有了，这边就有了，海菜的部分。对，这个全部都是。小麦就是青苔之类的。哦，青苔类的这样的撒麦哦。对。老师说我们去那个海边潮间带捡菜，这个动作统称也叫米撒邓，是不是？对，然后加上里亚。哦，以利亚这样子。对对。哦，所以我们采集青苔类的都叫米撒麦嘛，哦。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一个叫法菜，什么那个法菜的那个。法菜应该有啊，马上查看看。哦，蛮难的呢。这个太多了，我们用搜寻关键字看看。哎，没有呢，竟然没有法菜。蛮难的那个哪里难呢？应该我们就直接藻类，是不是直接称呼它的名字？海草。这边很多，这边很多海菜、海草的，好像没有直接把它翻成法菜呢。那法菜是不是因为国语马里克老师啊，你那个阿美语怎么讲？法菜的部分。那，哎，马里克老师还在吗？他尽量撂了。啊，尿。法菜会，哎，李老师那个李拿令叫什么？罗阿兵。鲁个饼不知道呢，林阿令有吃，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查查看哦，好像有呢，这个字好像有哦。它是不是法菜啊？对呀，我是在猜呀。拿令一种海菜，紫菜可食用。一种海藻。海藻啊，李拿令嘛，对不对？哎，一种海藻，紫菜可食用。它如果是紫菜，应该不是法菜。法菜就像头发一样啊，对不对？长长的。那个应该是海草类，对不对？对对对。海草的有呢，我们这边很多。老师，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们要的字？那kirim ho ni Timing House. Pasal kita tu 8点，两个在8点10分。OK。哎，你那弄好，再好咖啡。哎。然后吧。哎。Kakilan ako ako. 哎呀，这。开明，你先找。喂，有听到吗？有，我找到，应该就是这个了。有这几个97到100这几个字。对，就是这个了。97到100。我先休息10分钟。哦。好，我们等一下就回来看这个。8点10分。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谢谢。
小白老师，你的麦克风忘记关了。哦，是。kita tia suari hone pakara tia Nuriar Almak讲话。Mikila Mai 我们回来喽。有了。好 ，OK。好，刚刚我们提到有关于在海边做的一些现象一些事情，就是在海边会捡贝壳啊，海螺这方面的，还有水草、海菜。水草应该不是算吃的吧？水草，你算吃的吗？啊，我们按过妈妈阿拉阿kia。光中老师分享一下。Mana kurang soal。巴格莱特啦，要去海边啊，海边抓贝壳啊。跟你读了努力了，好啊，我个反正我这边还有一个，刚才我们在讨论哦，那个我们呀，卢曼南的那个都大，读了，对啊，对不对？卢曼95啊，这个95这个，对，那个93这边那个明秋。Mana teng suki. Kaludi. 泥鳅我们就迪卡干呀没，迪卡是迪卡不是那个吗？那个蚯蚓。迪卡干的话是迪卡不是的，迪卡。哦，对呀。你们那个。你们那个巴基拉的怎么会都是讲比较不一样的？是啊。Urumay ko pa atayan ng gra.阿迪卡个，是啊。那怎么那个努伊利亚来是那个个？Kaludi, awak kuno. Iraku kaludi no biasa no 是不是？我们叫赌诈。赌的。对呀，鳗鱼呀。是鳗鱼吗？鳗鱼赌诈，对。对呀，还有海边的，还有什么？老师，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不是有人在问法菜怎么讲？这97到100，哪一个是你们讲的法菜？菜。黑潮的名称，黑潮的100的那100那边，哪一个是你讲的那里哪里难呢？不是啊，里哪里是一种的，里哪里是另外是一种的海菜，它现在是要综合啊，不然哦，法菜是因为那个国语的说法嘛。就是要翻成阿密的话，这样。这个吗？不知道。是这个里拿令。这个是海菜吗？法菜吗？是这个吗？里拿令不是法菜啊。不是哈。法菜是那个里拿令是海菜的一种啊。海菜的一种。所以我们刚刚那个97到100，就这几个有人的名字是法菜吗？97到100，是不是以前根本阿密的那个说法没有那个法菜这个吧？没有关系，
主要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法菜是以前的，就是97到100的是哪一个？还是没有在里面？应该有拉夫斯，对，沙龙颂，很像这个呢。李老师是不是这个沙龙颂？ Man, 我那沙龙颂给他发菜，还能耐？ salungasong. 沙龙颂，我发菜给他这个过。也不像头发。也不是他哦。那个李老师那个97呢？97拉夫斯，应该不是。 99呢 ？Lucky Luke， 也不是。 阿菲宾也不是。阿里宾也不是。拉里比特。所以我们没有法菜哦。我看一下那个秀姑兰的字典有没有。法菜都是东部人在讲的，那个海岸线的。这里他那个字典没有法菜。OK， 那个就不是我们归类的海草类的嘛，对不对？那我再看看那个藻类会不会有，试试看。老师，那个我念哦，你看看是不是 “angry 在”是这个字吗？李老师，“angry 在”这个字是吗 ？angry 赛啊？对。angry 赛不是呢。好，第二个“萨鲁瓦西”是吗？萨鲁瓦西也不是，我不是哦。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应该法菜就跟。形状应该是跟头发是差不多的菜，应该才叫做法菜呀。对，因为那个9孔的那种海菜啊，不是，那个阿力今天没有上线了。阿力他比较知道那个法菜。对，好像他知道哦。他上次有讲过那个法菜的。这边有没有？他应该上一次有谈的话，应该有写啊。他可能不是用法菜，他是用比较正确的名称。对呀。沙龙颂也不是。萨基法萨是吗？不是了，不是。不是哈。那应该好像没有呢。哎呀。李尚没有。好，没关系了，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啦。我们那个潮间带的话，我们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们上次整理的那个潮间带的一些动植物嘛，可以吃的一些生态系统。那我们除了那个采野菜啊、采青苔，还有什么动作？还有捡海螺。我们在那个退潮的时候还会做什么事情？捡海螺。哎呀，فكرت انه هواي كفان عن جون كوان شين معوان 还有就是米巴镜。阿旺捡海胆。对，还有米巴镜。阿旺有没有喉舌音呢？有阿旺。不是第一个前面就有，对，前面这个阿旺。怎么没有？这次有没有报名考模拟认证？阿旺2个。不是啊。有2个是不是？2个喉舌音。阿旺。是。所以有哦。念呢？
你不是会念英文？不是 R O， 前面是 A， 后面那个是 O， 但是都有喉舌音，看看有没有他们的念法。R-O-N。对，我刚才查那个法菜叫做撒麦，这样 DAMAY，不直接是法麦了。麦不一样啊。哦，可以查，我刚才有查有 DAMAY，R-O-N。有刚我们米杂麦嘛，捡海菜，沙麦，小麦是淡水的啊，是不是？你看他们海岸的也有海卷麦。这个杂麦嘛，小麦是淡水的，所以海菜不是杂麦呀。叫什么？杂麦是属于淡水的，是不是？对啊。OK。哎，那我们刚刚那个李金星老师，那我们那个在海边采那个什么海菜的话，我们说米杂麦这个讲法正确吗？没有听说过。米杂麦是在淡水的河床才是叫做米杂麦，在淡水，所以这个不是在海边，不是在潮间带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写错了。还好，谢谢。老师，我那个阿旺怎么一直查不到？阿无旺哦。我看一下。阿旺。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哎，讯息栏呢，我没有看到，哎，朱贤你有贴吗？有，刚刚哦，阿喉舌音，乌喉舌音哦，有了，看到了，海胆嘛，阿乌，李老师，你念一遍这个，你念念看这个怎么念？哪一个？海胆。无望无望无望这样哦。对，是吗？对。所以老师，我们捡海胆叫做米无望这样哦。对。OK。所以老师我们的海胆也是在退潮的时候会出现嘛？比较容易拿。哦，比较容易拿啦，对了。对，水都退啦，再深一点的话，可能水也比较减少了。退潮的时候，那个阿旺跑得慢啊。对，没有啦，他没有跑啦，这是水位比较低了啦。对啊，也算是很难啦。对了，就比较容易呼吸就对了。对。李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还有一个是什么米巴镜，对不对？对。所以我们阿美族的海岸线的会在退潮的时候会去米巴镜嘛，对不对？比较多啦，有时候那个水位高，也有人会赶去米巴镜啦。所以不一定是退潮哦。对，但大部分都会，因为跟吉他你在采的时候是大家会一起嘛，那顺便米巴镜嘛。哦，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米巴镜大概是民国几年开始的？应该过去没有，对不对？过去，我不清楚哎。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的是原因，因为我们现在印象中那个海岸线的那个米巴镜的材料都是金属类呢，所以我们以前早期阿美族还是用别的材料做的。他是用徒手吧，只是不是徒手，就是做个尖尖的，然后直接用手去插吧，或者是这样吧。那个马里克老师，你是指鱼叉是不是？对，鱼叉。鱼叉怎么讲？对，鱼叉。就把那啊，直接叫把那。把那一种啊。
那就好几种嘛，就是都是可以用在这个。还是巴纳？Inut。不是啊，就是钝调的那个工具啊。一般有差异的哈，一般差异好像渔船啊，那个用射那个叫米咕当啊。米咕当。有看到鼓荡了，那个你说那个鱼枪嘛，对，刺枪，那个应该是船上面专用的嘛，对不对？对。把镜。李老师，这个呢 ，approach， 你看那个画面哦，这个他写鱼叉，我们早期海岸线或者是在河边的话，去用鱼叉是用这个字吗 ？approach？ 应该是了。那个在那个重鼓的，也就是已经钝掉的那个镰刀工具啊。钝掉的镰刀工具哦，叫 approach。钝掉的话就钝的话，已经是没有力了，然后钝掉都已经钝了，就不会再使用了的意思了。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 approach 来形容钝掉的东西。那早期这个字有在用吗？还是我们以前有鱼叉，后来已经没有在用了？不晓得东海岸呢，东海岸用这个 approach， 他们可能是用在那个重鼓这边，也就是已经淘汰的那个工具了。李老师，你是海岸线的 approach 是我们那个海岸线的是鱼叉，你有印象吗？没有，一路过去打猎的是一种标枪啊。落只是标枪比较是打猎用的，是不是？对，标枪。所以老师在你的印象中 approach 你没有看过人家拿来去抓鱼，对不对？就应该是叫鼓荡啊。如果是那个重鼓的话，这个 approach 跟鼓荡没有关系的。重鼓的话，鼓荡是正常的啦。那个 approach 的话，重鼓的就是那个已经淘汰工具了。那 approach 在这个年嘛，就是不能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如果是重鼓的话，如果是狩猎的，是用鼓荡。那个毛我们叫鼓荡啊，就是毛嘛，对，没有错啦。我猜，因为阿美族人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可能对这个词汇已经有点忘记了。好，那个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个，所以我们那个海边米把镜的话，也是在退潮的时候使用嘛，对不对？大部分呐，因为大家利用退潮的那个状况，都会到海边去，顺便女生去捡海螺，然后男生可能是米哈旺，然后米把镜。凯梅老师，你这个地方也顺便注明一些 approach 的那个，还是要填上去了，因为他那个在当时的人也是就是用那个 approach， 我们那边重鼓修湖兰溪叫 approach 啊。没关系，我把它填上去哈，因为它字哈在字典上是同义词哈，它那个 approach。还有那个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什么鼓荡，我们叫鼓荡啊，就嘛。对，鼓荡，还有把这三个字当同义词。所以其实是可能是我们海岸线跟重鼓线的法不太一样，这个字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写上去比较，在维基百科也比较那个查得到了。
对对对，这3个是同义词啊。同所以你看一个意思嘛。对，所以在海岸线会比较用把劲啊，因为用把劲啊。把劲的话，它是算是枪了啦。对，把劲的东西是用在渔猎方面。我想把劲应该分开来。对，那古当跟它是用人的力量去射出，把劲是透过另外一个东西去射出，不一样。OK， 错，所以应该是不一样的。把劲就是把劲是用橡皮啊，用橡皮然后扣扳机啊，把劲。对，古当跟也都是用人力去推的。用手嘛，对，没有错。对。好，我们所以把劲应该分开来。你那个后面那个把劲就不要了。不要，因为上面有米八是鱼枪，对，使用鱼枪。好。这样子应该可以哈，马里克老师。对，可以，这样可以，刚刚那个还有吗？还有我们那个哪个？刚刚那个哈娜说法菜是林拿令。林拿令，没有错。我记得那个什么，好像就有人讲哈。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次我们归纳的，就86。阿力讲，林拿令，对。我们看86哈，你们现在看屏幕的第86个词汇，它跟那个 bijif 同一个意思啊，林拿令。林拿令。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讲法菜的话，是用这个字没有错嘛？那应该没有错了。好，李老师。靠海边的应该。那不是紫菜这个东西，它的形状是什么？它的颜色是什么？我们一般讲的林拿令好像是，笔记好像是绿色的嘛，是不是？它那个会不会是说在海里在飘的那个样子，很像头发？对，它很长。对了，那就是这个啊。应该是在海里飘的那个样子，像头发了。对了。那它的颜色呢？是紫色吗？所以那个李老师，如果说你叫你的那个小孩去帮我买一下法菜，你会用哪个字？不知道那个笔记跟你拉令不一样。笔记是紫菜，李拿令是法菜。那个是分开的啦。OK， 好，处长有讲了，这样我们马上给他分类。其实这些东西跟它的样子、跟形状是都有关系的啦。那处长，傻麦是什么？傻麦有2种，淡水的还有海水的，但是那个法菜很多种。海的法菜有的很细的，有的很粗。所以傻麦也是海菜，也有2种，也是法菜，也是atau no aruai no fanau no nem 不一样。所以这个有时候可能是那个地方语言混用，不一定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分开的话，就尽量分开，然后以后再仔细的再做检查了。请问那个处长
nuit ini namay magaya lamay atau anu ya alu itu lamay hanami ai kita lang 我打麦的，可是我no 以能麦哈，它是最干净、很细。以阿罗爱多有的很老了，根本不会，我们不会拿来埋的，那也是藻类了，通藻类哈。我打麦多，可是你要吃的打麦，你要看地点，还有它长嫩不嫩、细不细。再嫩的是最好的了，最干净的。对，好，谢谢。那这样子就清楚了嘛？就是那个 BG 是紫菜，林拿令是法菜。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哈，刚刚那个伊洛子跟古当，还有没有人有别的翻译的其他的意思？应该没有了哈。那凯明，你这边要给他注明啊，伊洛子跟那个古当是什么意思？你只是写同义词。好，我把这个复制过去。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它其实大部分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比较是那个长形尖锐的东西啦。对啊。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好。好。那好，kuno sakit ini Riyad， 我们大家来探讨问一下。还有刚刚有提到那个把镜哈，那是另外后来的，它有弹簧的哈。叫把镜嘛，它是另外一类。早是一个，如果那个刺鱼或是刺章鱼的有的是我们部落会讲杀猪做伞，短小的是抛的或是当枪的，杀猪做伞就像那个章鱼还有那个龙虾，或是那个小鱼，我们叫杀猪族，有这种也是尖锐的东西。就是刺进去的。对，杀猪柱就是用来刺的嘛，对不对？对，工具。对，小工具，那没错。那个出这个是。主要是只要刺那个章鱼类的那一种，对不对？对，你在那个退潮的时候有些妇女用那个一个抽是古蛋或是把镜都是男人在用的。他比较抓的是比较大型的，或是比较在那个岩石还是比较深海一点的，就用那个比较长或是大一点，杀猪族的通常一般在比较靠岸的，如果你捡紫菜或是贝类，你有看到章鱼或是龙虾的时候，你顺便用那个刺，杀猪族的，那个工具比较小啦。就讲他那个杀猪族。一般都是过去都是外国马拉西有熬了那没好。这个工具所以那个工具的人当然是以前都是植物嘛。后来慢慢有发现铁类或是石头的，在其实海中我们有时候用石头扎鱼耶。也有啊。那个工具是从那个植物类变成金属类。现在像那个把镜变成有弹性、有弹簧的嘛，也就不一样了。
有进步。对对对，像那个刚刚讲的，在那个船上用那个鱼枪射那个鱼也是啊。哦，还有一个阿拉贝特，阿拉贝特。阿拉贝不是筷子哦。它是用那个用那种夹子了。哦，用夹的，它那个主要是夹什么？夹那个苏里达，还有那个龙虾。哦，也是那一类的小的。对，那个材质也是一般的木头吗？以过去没有了，现在的话就有了啦，用金属类，它把它像那个这样。所以老师，我们如果用这个词造句是米阿拉比嘎古都虾这样子，是这样讲吗？用咪吗？米阿拉比这样子。阿拉比，用咪吗？这个米阿拉比这样子。咪阿拉比夹子。阿拉比是你的阿拉比是夹子的意思吗？对。也是拿来夹那个靠岸的嘛，对不对？它也是深水也会哦，也是用那个。深水怎么夹？深水呢？对，他们也是拿着那个了，就是类似那个剪刀的那个夹子。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它可以潜到水里面，是潜到水里面去夹这样。对，也就在石缝中，有的时候在石缝中，对，然后夹出来，夹出来。所以老师，你说主要是夹龙虾，还有什么？那苏里达，那个章鱼啊，对，鱼也可以夹。哦，也章鱼也可以，对，好，他们一般是先刺，然后再夹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潜水的人会用的工具嘛，对不对？对，他把那个夹子前面弄得尖尖的，他要去夹那个苏里达的时候，先把它刺了以后呢，再夹出来的。要不然是鱼也一样啊，它也是。现在都戴手套了。老师，你那个我补充一下哈，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小哦，它是两端哦，一端是尖的，一端是钩形的。哦，我知道了。对，有时候那个你要刺的或是要抓的那个鱼贝类哈，它是在石缝，所以它要除了刺之外，它还要勾起来，或是刚刚夹起来。通常哈，所以那个我刚刚讲杀猪座，它会有两端，一端是尖的，一端是有钩形的。这是两用。他那个刚处长讲的这个跟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讲那个阿拉比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哦。阿拉比不一样，阿拉比它是用夹的，是像夹子一样啊。OK 哦，所以它主要是夹的，它不是没有刺的功能嘛，只有夹的功能。你说阿拉比对，阿拉比也有刺的功能，因为它前面削尖，就是磨尖的了。哦，它有刺的功能，也是有刺哦，所以也是两种嘛。两种的。这个功能对有像一方面刺又一方面夹。对，它有的，因为我有跟这样的这个师傅一起下水，他用这个东西啊。那这个阿拉比是我们后来才发明的，还是用别人的工具啊？应该是后来啦。后来才发明。我第一次听到看到的就是刚才处长讲的，就是用钩的，要不然用挖的这样。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后来，因为阿美族人那个使用的工具一直在进化嘛，对啊。对，现在都是用手套啊，那个大概要慢啊。那个蛙也有啊。蛙，那个处长，你讲的蛙是指撒猪猪的吗？还是有新的词汇？这个比较粗，真的。它有时候那个缝要用那个工具把它推开，也有这个功能。把石头堆开也有啊。就是有点是用那个用杠杆原理把它这样子撑开，是这个意思吗？对，所以你那个工具它的粗细如果粗的话，它当然就可以把石头推开嘛。没挖了，还没挖了，还那个动作没挖了，没挖都挖了都搞了，没搞了，都不够了，哎。哇，怎么拼啊？忘了 ，WAL。哦，声音，挖了，挖了。WAL。哦，有，敲开了，对啦，说没有错，这就是真的有一点用那个杠杆原理的。就是米欧瓦古格洛是这个概念吗？是没错。我这个手机会有英文翻译。这个可以用英文翻译厉害有翻对吗？重点它有没有翻成阿美语的意思？不是，我们讲阿美语，它用英文翻译耶。那个我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呢，后来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就会翻出英文出来。现在的语音翻译很强，对，现在很厉害。后来又不见了。马里盖老师还有吗？我们如果这样子分的话，阿美族在潮间带除了抓那个靠岸的生物，还有植物类的，像海菜、海藻啊，还有别的行为吗？我们会在退潮的时候会去捡什么？就是很简单的、很容易捡到的东西。那个凯明，突然那个沙子球，对，那个也是工具，有的是像小刀一样，因为那个贝类有时候会粘在那个石头上，你必须用那个，所以那个为什么叫mosquito就是用工具把那些贝类挖出来、敲出来叫 skill， 有时候敲 skill 也有这个工具啊。我skill 很多。部长，你是不是讲工具有的像小刀，有的像那个刮尖锐的，像这边把那个刮那个石头用，刮那个藻类用的。对，处长，你讲的是不是像我们阿美族会吃那个火山爆发那个？我们要把它从石头上面挖下来，那个工具是不是？对，有那个，对，用这个skill啊。是那个我们会吃那个火山爆发嘛？没有错。就是要用这个
啥子 Q 啊？火山爆发。那个名称叫什么？我们部落有Umang Sapiskil 说你要带那个空气。对，我有看过，我妈妈要去用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它有那个也是两面的呢。慢行嘅，火山爆发的爆炸嘅，好像是什么不做不不做哈，不做啊，对了，不做，你给不做，刚说Sapi betul, sapi skill。突出的不做。对，那个好像只有海岸线的知道嘛，就是它会粘在那个石头上面的，还有那个海龟的背上也会有那个火山爆发。叫做还有什么藤壶了，那藤壶，藤壶，对，那个叫藤壶啊。对，那个就是藤壶。这个我们上次好像也有，我看一下。啊，对，有藤壶，对。阿美族把它称火山爆发。对，他这边有写那个，你们看那个画面124哦，做，然后藤壶，还有它的学名应该叫海郡藓哦。哦，海郡藓，对，可能藤壶跟藓有关的了，对，哦。这个好像只有阿美族在吃呢，我发现，而且它的处理的过程很麻烦。我看我妈妈在处理的时候，还要敲碎，还要给它洗干净，然后拿出来，就连吃都不容易吃呢。那个，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都不会剪了，很花时间了。对，又没有肉，又不好吃。对，处长讲到重点了，不好吃是真的。而且它吃的时候还有一种沙沙的颗粒感哦，不像直接吃那个蛤蟆的感觉，就是软软很有水分的，吃口感差很多。可是我跟你讲都no oripno bangsa sa halo betul ma alai。chiku hao to masaku hao to masakabi to mangai to。对。只有这样好吃啊！只有这个方法，喝汤就好了。还有抓螃蟹啊！对，所以我们在退潮的时候就会去抓螃蟹嘛，对不对？对啊，米嘎浪，mana bangsa ke PT mana bangsa ke PT so PT no padang 滩涂鱼吗？不是 PT 也是那个虾不是虾，那个螃蟹啊，跑得很快PT 啊。这个怎么好像是有讲啊？哦，嘎啦嘎啦，安念果然呢？哦呀，嘎啦。Samantha man kesa mi kiro。我努力了都可以Samantha。北地啊，你们看一下这个118，这个去年整理的北地啊嘛，嘎啦嘎啦。118里面弄下来一点，弄下面一点呢？有，我现在的画面已经在118了，对，有了哈。哦，有了，嘎啦嘎啦，辣哈对，嘎啦。嘛bangsa kurana嘎啦不对，嘎啦PT 啊。不是 PT 的，它是台语吗？国语叫什么？不是那个阿美话啦，嘎啦嘎啦。对，他就这样一直跑，在那个沙滩里面会跑，然后呢，他要躲的时候，他就赶快挖那个沙滩，有没有？他就跑进那个洞里，所以那个梯没有梯了，嘎啦嘎啦。没有梯，多一个梯哈。
北戴啊，国语怎么讲啊？螃蟹啊，小螃蟹是不是？对，如果我们去那个淡水的时候，在巴黎呀、在巴黎的时候，它不是有沙滩吗？那边就很多北戴啊，就是它会挖很多洞。那个是吗？我不知道呢，就是像形容的，就是在沙滩的那边跑得哦，很那个快。寄居蟹了吧？那个寄居蟹，那个不是，那个是螃蟹，在巴黎啊。喜欢在那个海浪那边呐、不是海浪旁边跑来跑去。嘎啦嘎啦不是沙蟹吗？哎，沙蟹，对，嘎啦嘎啦，沙蟹。对呀、沙蟹，之前的我都知道，沙蟹了。我那边呢，北戴亚哈，打鱼的人知道北戴亚是另外的螃蟹哦，是生吃的，他们喜欢生吃的，哦，所以北戴亚不是嘎在啦嘎啦海水里那种面啊，他们很会抓。哦，就是你看到基隆看到哈，有那个生吃的，那种一般的泡在好像酱油之类的，他们生吃这北戴亚。哦，所以我们北戴亚阿美语怎么讲？不是嘎啦嘎啦吗？嘎啦嘎啦是沙蟹哈。对。啊，北戴亚老师会吗？他的阿美语怎么讲？不知道呢。他们都称北戴亚的螃蟹，他们就这样讲。因为时常到基隆，他们就会去沙西米了。对啊，那个都是拿来腌在那个酱油还有辣椒上。对，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做呢，所以那个它的壳都很嫩，很嫩，对，软的，对，肉很多，很嫩，好吃，整个骨头都吃了。对，所以那个东西不是沙蟹，对吗？对不对？不是。OK。沙蟹你们会抓吗？怎么抓？老师，你讲一下。因为你要挖很深，对不对？而且是斜斜的，就用一根有一个像芦苇梗哈插进去，你随着这个梗一直挖就抓到了。你没有插进去，你就抓不到它在哪里，不知道。哎，可是老师，你插进去，你怎么把它拉出来？不是啊，你整个这样挖啊，你随着那个它的梗啊，叫挖。我懂你的意思它很好挖啊。哦，我懂。如果你不插进去，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啊。所以你先用芦苇梗去知道它的方向嘛，对不对？然后沿着那个方向去挖。我知道了，那个李老师的意思是说，先把那个芦苇梗先插在它的洞口，一直顺着它的那个方向走，好，停了以后就不要动那个芦苇梗，然后就这样开，就挖到那个蟹了。那个嘎啦嘎啦，有的人的名称那个 L 都是念 R， 嘎啦嘎啦。老师说你是说有另外的意思，还是同样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发音不一样。OK， 一个 L， 一个 R。118，我再把它补上去哈。好，马里盖老师，我们现在8点59了，应该我们今天先到这，你收个尾一下，我来补那个最后一个词汇。好，我们请那个了，我们请那个李老师来做结尾好了，来这个magkakay o matuasay hawi parikor to suara。嗨，在巴好啦个toki好。好你马绕多，tuninian tatukian ni, hai to ko karalita ita, tatak iraw ko tang otay, ama ini kita, nahan kasi si Roma no nyaro tatsiao samanan, alihai sa kuka paini ngayay ito, ngay marutsak ito ko malo pafanaan ita, pacay to ka pawan, hana ko kira pacay to kita. Sangayon to kuputi ita.
嗨，哎，好来，来，好来，晚安。哎，拜拜。好了，拜拜，晚安。都是罗马的老师啊，什么？罗马的老师都是那个